大家好，我是勾勾。上一集呢，我们提到了滑音，对不对？那这一集我们要来讲什么呢？这一集我们要来讲 accento。那什么是 accento 呢 ？accento 就是转音。那转音我们常见的台语转音有2个转音、3个转音以及5个转音。那转音的部分，我们怎么去练习会比较顺？那就是一直反复的练习啊，反复的练习啊，反复的练习啊，反复的练习啊。当然，我们会用手指头去数，总共你转了几个音。那这部分我们称为手指转音法。等等，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用手指头数这个转音。那我们今天呢，选了哪一首歌来做示范？我们今天选了陈随意的《艾丽娜信呀》这首歌。为什么选这首歌呢？因为这首歌里面有很多小小的转音、小小的细节，是我们可能一般在演唱的时候没有发现到的。那我们今天就用这首歌一起来学习。哦，对了，你可以先去准备一份纸笔，因为等一下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这个转音抄下来。我们今天一样会用红字在下方帮大家标明转音的部分。因为这首歌的转音比较多，所以你如果没有抄下来，可能会忘记哪里要转几个音。接着我们就一起来练习咯。好，那我们就从主歌的部分开始。主歌的第一句，回想往事，回想这边转了2个音，往事，这边转了3个乌。回想往事，梦一团，梦一团，哪里哟唱着伤情的歌，哪里哟唱着伤情，这边转了2个情的歌，一暝的秋雨，所以它是转了4个 o。一暝的秋雨，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无你的日子咸酸苦情，迷失的纯情，这边它很快速的转了3个 a， 迷失的纯情。情该怎可还？一样，这边很快速的转了3个情该怎可还？爱过才知听，醉过才知行，心事只有海涌，伊知影，海水已经淡，山明变土沙。它这边就转了非常多个音，山明变土，山明变土沙。枉费我爱你那是命，那是命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首《艾丽娜西米亚》的转音。你看它里面其实有很多小小的细节，是我们要仔细去聆听才能发现的。那今天的转音你都学会了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赶快去练习哦。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别忘了按左下喜欢，右下订阅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才可以收到最新的动态哦。我是勾勾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